十字架，十字架，耶稣以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流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今天是约翰福音第42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李梅干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赐下独生爱子为我舍命，求你让我在耶稣的爱中苏醒，让我生命中的每个部分在受难的梦想中都能被圣灵充满，更新、学习放下自我，爱你更深。也恳求主赐我勇气，如约翰般在危难或艰难的时刻，勇敢承认你的名，愿意把主的事工放在首位。赐我恩典，像尼哥德慕一样，将我最宝贵的香料，我的时间和才干，都奉献给主，为主的事工尽上一份心力。亲爱的主，谢谢你为我经历了痛苦、死亡与安葬。我将我的身体和生命，如同放入新坟墓的身体一样，完全降服献上，深信在人看为死的绝境中，你有复活的全能。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阿们。好，谢谢。我们昨天因为读的经文比较长，所以没有太时间做补充了。好，那今天在读只有5节啊，所以我先花一些时间来把昨天的信息再做补充。那我们今天是礼拜六，好，那是在受难周的黑色星期六。那在黑色星期六里面提到的是耶稣的身体被安放在坟墓。那是由他的门徒还有玛利亚妇女为他来包并且大家都因为是安息日的缘故，所以这些门徒妇女呢都躲在房里面也不能出来，因为这是安息日的规矩哦。那再来礼拜天就是复活节。好，那但是这是我们这个 Holy Week 受难周呢，是我们传统节期的安排。好，那认为是在礼拜四的晚上是逾越节晚餐，礼拜五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断气，然后埋葬，经过礼拜六，然后礼拜天复活。不过我们可以来做一个了解，好，那就是说关于犹太人的节期。那我们从昨天读的31节也提到说犹太人因为这日是预备日，那安息日又是个大日哦。那大日呢，好，是什么意思呢？好，那它是 megas， 好，就是它是一个大的安息日。好，那而且他们等于是要在这大日当中呢，他们不能够再做任何的动作，好，他们要确认耶稣死了，所以要求比拉多打断他们的腿啊，好，然后让他们的让他们的肺功能能够提早的受损，好，然后让他们加速他们的这个死亡，好，免得安息日的时候呢，尸首留在十字架上啊，怕被人偷去。好，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安息日的安排。那这个要对照的是出埃及记的第12章，那就是经过10灾之后，第9灾到第10灾的当中呢，上帝就颁布了这个逾越节。那提到就是说要以本月为首，所以在这个逾越节的亚比月呢，是这个每一年的正月，犹太人的正月。那从10号开始要做什么？10号就是要去每一家，好，每个有父亲的算一家，好，那取一只羔羊，好，那一家人太少呢，好，就要如果
太少吃不了一只羔羊，就要和隔壁邻居共取一只啊，然后要取一只无残疾1岁的公的羔羊，那留到14号，留到14号，好，那就是逾越节的那一天啊，好，所以因为犹太人他们是从太阳下山算是一天的开始，所以每一天的开始都是太阳下山，大约就是傍晚6点的时候，好，那就是一天的开始。但是对照我们的阳历呢，我们都是用凌晨12点当做一天的开始，所以就是会有一个几个小时的差隔间隔。好，那所以犹太历会比我们比这个阳历呢好早6个小时，好，那进入一天的开始。那所以同样从这个受难周呢，好，从1月10号就是犹太历的正月10号呢，好，那到复活节，好，那其实这样是有8天的时间，好，从礼拜天到礼拜天，好，那逾越节呢是正月14日，好，那也就是在礼拜四，好，在礼拜四，那所以从太阳下山开始呢，好，那礼拜天就是耶稣骑驴进城，那接着呢，在礼拜三的时候呢，就是进入到逾越节的礼拜三的晚上，也就是进入犹太人的14日的时候呢，那就是最后的晚餐。好，那在最后晚餐当中呢，好，然后耶稣洗脚啊、交代啊，然后为门徒祷告，那就到客西马尼园去啊。好，那所以到了礼拜四的天亮，好，其实还是同一天，好，正月14号，那就是再交给比拉多，再交给希律王，再交回来比拉多，比拉多7次的进出总督府，然后最后在这个铺华石处，那就是来定将耶稣释放巴拉巴，然后交给犹太人啊。那上面头上写着犹太人的王啊，所以耶稣第十字架呢，是在星期四的下午，可能从中午开始，或是接近中午的时候，到下午3点的时候来断气啊。好，那时间呢，就是在出埃及记的12章，要在14日然后呢，要在黄昏的时候，全会众要把羔羊宰了。宰的时候要取一些血，然后涂在他们吃羔羊的房屋两边的门框和门楣上。那当晚要吃羔羊的肉，用火烤，与无酵饼和苦菜一起吃啊，不可吃生的，要水煮。那也不可以留到早晨，把羊连头带腿内脏用火烤着吃哦。那这样吃羔羊呢，还要穿上鞋，手拿杖，快快吃，因为这是耶和华的逾越啊。逾越就是 Passover， 就是要让灾难过去，好，因为整个埃及地受到咒诅啊。好，那在最后最大的咒诅来之前呢，最后的审判来之前呢，就是透过逾越节，好，那因为那一夜，好，就是在正月14号。逾越节宰杀羔羊的那一天呢，上帝要对埃及跟所有的神明施行审判。好，那这血呢，就是在他们的房屋住所做记号。那神一见这血呢，就逾越他们，好，所以这个灾难，这个审判，就会过去，过去，好，那他们就可以得到平安了。好，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说逾越节好是在正月14，所以耶稣呢好也是应该是在这个星期四的时候就被钉十字架。好，那因为我们又知道逾越节也是出埃及记的第12章后面就接着提到无酵节。那无酵节呢是为期从15到21 7天的无酵节。好，那所以从15号开始，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星期五呢，那是第1天，除酵节的第1天到第7天，这2天呢的吩咐呢，都跟安息日一样，不可做工。好，所以在这无酵节的当中呢，就是要吃无酵饼7天啊。好，那这7天呢，好就代表着说
这些有效的东西都不可以吃。好，那特别是第1天、第7天跟安息日一样，不能做工，只能够预备食物，是唯一可以做的事情。那除酵节呢，也就是要纪念他们神怎么样把他们从跟他们的军队60万男人的大军加妇女加孩童呢从埃及领出来。那所以他们这7天呢也就是出埃及记他们开始逾越之后呢要走7天了。那所以这无酵节7天呢也就是他们要纪念。那所以这无酵节的7天，他们既然是第1天、第7天都不能做工，只能够预备食物所以这也代表着说他们会遇到2个安息。那所以15号、16号这2天呢都不能做，只能到16号的晚上那在犹太人来说就是第17号，那他们才能够解除这个安息那所以从这样来看呢，这是叫做约翰福音里面讲的大日第19章说，因为那一天是个大日那是个大日子这个大日子呢其实就是因为要连续2天的安息日然后接下来除酵节第1天，接下来在除酵节第7天还有一次的安息日那这一切呢都是为了纪念当初神怎么样救他们出埃及的日子。那所以这样来看，耶稣的复活呢是在礼拜天，是在正月的17日。那这当中呢，经过了3天和3夜所以在马太福音12章有提到说，约拿3日3夜在大鱼的肚腹当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肚腹的当中那在地里头，那所以这样来计算呢，才有第3日复活。那如果是在礼拜5的话呢，那这样还不到3日所以耶稣的受难呢，第十字架呢是在星期4。不过因为这个在教会史上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用礼拜5，所以我们 Holy Week 这个每一天所做的事情呢都会把它对照圣经所以会让我们像昨天有受难日的圣餐礼拜也是定在星期5不过这是让我们做一个明白和了解。那另外我们昨天有提到玛利亚特别是有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这个另外一个玛利亚呢也在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也在那个地方但是呢在圣经当中有提到6位玛利亚，第一个就是耶稣的母亲，第二个是拉撒路的2姐马大玛利亚，第3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那在路加福音有记载耶稣从他的身上赶出7个鬼来。那第4个是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这是我们昨天所看到的。那第5个呢是马可约翰的母亲，就是马可福音对不起马可福音的作者那这是彼得的门徒，那也是这个巴拿巴的表弟好，那还有就是最后逾越节的晚餐就是在这个玛利亚的家中，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个玛利亚的家中。第6个是在罗马书的最后1章提到这个为教会多多劳苦的玛利亚，所以在圣经当中可以让我们看到至少有这6位的玛利亚。而昨天的19章呢，我们看到有6个里面就有3个同时出现，好，那也是唯一一处记载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好，那她也在十字架下。那还有提到十架7言好，那路加福音有3句，约翰福音有3句，好，那马太、马可各1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不知道。我是在告诉你们，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好，然后母亲看你的儿子，好看你的母亲。然后马太、马可同时记载的是同一句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好，那19章提到，约翰福音19章提到我渴了，然后最后提到成了，还有就是路加福音提到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好，所以这是十架7言。那昨天也提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好，这些兵丁呢，为了要打断他们的腿骨呢，好，那所以呢，他们就从左边右边，好，然后到了要打断之后要来打耶稣的时候呢，好，那为了应验诗篇上的话，他的骨头，好，
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折断，好，是记载在出埃及记46章。逾越节的羊羔要在房子里吃，不可以把一点肉带到外面去，好，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哦。好，所以更加的看见这个耶稣是在星期四，好，就是正月14日，好，逾越节的那一天呢，好，就来受难，好，就来断了气，好，进入了死亡。但是呢，第3天3日3夜之后呢，他复活了。好，那所以使徒信经也说降阴间，好，然后彼得前书也说，好，耶稣到阴间，好，借着这里到阴间传道，好，给那些从挪亚方舟时代就被囚禁的灵哦。好，那关于这个肋骨呢，好，耶稣的被扎他的肋旁呢，好，就是他的肋骨啊。好，那从创世纪我们看到，夏娃就是从亚当的肋骨所造。那约翰福音呢，这个兵丁呢，好，用枪刺他的肋旁，流出血跟水。好，那这就是耶稣的死。好，那但是呢，当耶稣复活的第50天呢，好，第50天呢，教会就来诞生，好，那就是五旬节啊，好，所以让我们看到亚当，好，从他的肋旁有了夏娃，而耶稣基督呢，从他的肋旁呢有了教会，好，所以这个血和水呢，教会就是透过水的洗礼，还有血，好，然后还有圣灵的洗礼、火的洗礼哦，好，然后来生出来哦。好，那所以这是昨天的补充啊。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第19章的最后5节。好，那么请李梅先带我们来读19章的第38节。这些事情过后，有一个亚利马太人约瑟向比拉多请求，准他把耶稣的身体领去。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的领袖不敢公开。比拉多准了他的请求，约瑟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谢谢。那这里亚利马太呢是一个地名哦，那意思就是高处。好，那约瑟呢，好，跟旧约的约瑟是同样的名字的意思啊，就是让它增添，不断的增加。那这里提到有一个暗地做门徒的约瑟，就不是公开的门徒，也不是那12使徒，或许也不在那70使徒当中，因为他是有工作在身。那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在对不起，约翰福音没有提到，但是呢，在马太、马可、路加呢都有提到这个人。马可福音第15章提到有一个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是尊贵的议员，他是盼望上帝国，好，所以他去见比拉多，比拉多就诧异耶稣死了，好，那问百夫长是不是死很久，好，然后知道他死了，就把身体赐给约瑟。好，那所以后面提到约瑟买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又放在岩石当中，岩石凿出来的墓穴，滚来一颗石头挡住墓门。那见证人就是抹大拉玛利亚，还有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就是格罗巴的妻子。好，然后看见他安放的地方啊。那在马太福音也记载，这个约瑟呢，好，是在27章57节开始，到了晚上，好，那也就是安息日已经开始，这个大日已经开始。那有一个财主，好，那前面讲议员，这里是马太是财主，好，是亚利马太来的，是从高处来的。他是耶稣的门徒啊，好，那他也去见比拉多，要求耶稣的身体，好，比拉多就吩咐给他，好，那用干净的细麻布放在自己的心的墓穴当中啊。好，那所以从马太福音知道说，这个墓穴呢是他自己早就已经买好。好，就好像我们自己有的人会为自己准备将来要安放的地方，他又把大石头滚在墓旁。好，那里面提到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就是约西的母亲，就是格罗巴的妻子。好，那就是这个玛利亚在那里。好，那所以马太、马可，好，然后路加是马太、马可，好，都一样。好，再加上约翰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约瑟呢，他的身份，第一个他是财主，第二他是个议员，第三个他是耶稣暗中的门徒。好，那他是一个素常盼望上帝国，好，
好，那他虽然不能跟着耶稣到处传道，不能跟着耶稣一起，好，但是呢，他也是一个在职场上做门徒的的一个耶稣的学生。好，那最后呢是由他三卷福音书的提到是他一个人把耶稣的身体取下来，好，然后跟比拉多谈判交易，然后取到了耶稣的身体去安葬啊。好，那但是约翰福音又记载了另外一个人啊。好，那再请李梅他们来读39和40节。39，那个先前曾在夜间来见耶稣的尼哥德慕跟约瑟一起去，他带了没药和沉香混合的香料，约有30公斤。两个人用配着香料的麻纱把耶稣的身体裹好，这是犹太人安葬的规矩。好，那这里提到尼哥德慕，好，就是在约翰福音第3章曾经出现的他又出现了。好，那甚至在耶稣受审的时候呢，好，尼哥德慕也为耶稣讲话，好，一个好，不能够先定人的罪哦。好，那他也跟着约瑟一起哦。好，所以这是约翰福音刻意要把尼哥德慕从前面3卷福音书没有记载的，把它要加进去。那他带了什么呢？他带了没药，还有沉香，这些都是贵重的香料。好，那大概要有100和本写100斤哦。好，那他的意思是100的罗马磅。好，那大概就是33公斤。好，33公斤。好，那1公斤的香料对我们今天来讲就已经很多了。好，那有30公斤的香料呢？好，那真的是很吓人，而且就只有耶稣的一个人的身体。好，那所以30几公斤呢，好，代表跟埋葬王室，好，这些王公贵族，好，甚至埋葬王子，好，国王一样的这个厚葬。所以40节提到这2个人，好，虽然还有妇女在旁边见证的，这个约瑟，好，这位议员约瑟他怎么样取了耶稣的身体，但是约翰福音记载是这2个人，好，按照犹太人丧葬的规矩，用细麻布，好，细麻布是约瑟买的，香料是尼哥德慕带来的，就这样，好，2个人合作无间的把耶稣的身体给裹好。好，那就是裹好了，就确定他们死了，好，那就要把它裹起来，而且这裹起来呢，好，不是用卫生纸，是用细麻布。所以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好，如果我们自己平常被人家裹起来，好，然后裹起来还用香料，还用膏，还用油，好，那我们被绑手脚头，整个都被绑在里面。第一个，我们可能连呼吸好都很困难呼吸；第二个，我们可能也很难挣脱，好，更何况呢，还被放在墓穴里面，好，然后一个人，然后又被用大石头滚起来，好，挡在洞穴的门口。所以这些的记载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是真的死，好，彻底的死透了，好，不能呼吸，不能动，好，然后有见证人有帮他上了细麻布，然后帮他上了膏，上了油，上了香料，然后呢，还把他整个人都安葬起来哦。好，所以我们可以从犹太人殡葬的习俗看，好，他们要为了要让一个人尸体呢，好，能够不会腐坏，好，腐烂发臭，好，那他们会来用这样的葬礼，好，用膏油来抹全身，然后穿上一件最体面的衣服，头上会包头巾，好，因为头发是最早会分解的，好，腐烂的，好，裹头巾，然后全身用布单好包起来，然后呢，会再加上在包的当中加上了沉香、没药、好香料，好，让他身体好的腐烂的发臭呢，好，不至于好扩散四散。好，那这些头巾布单好是由亚利马太来的议员约瑟财主所提供的。那这个100斤33公斤的香料是由尼哥德慕好他所提供的。好，那他们好可能要么是为自己预备，好，不然就是他们平常就预备好。好，那至于这个油呢，好，我们也记得，好，在第12章的时候，拉撒路复活之后，这个拉撒路的2姐呢，玛利亚，好，她就用珍贵的拿达香膏来抹耶稣的脚，好，那用自己的头发好来抹耶稣，好，也是耶稣说，好，由他吧，他是为我的安葬之日预备的，好，所以虽然
这里没有提到有油啊，好，可是呢，这个油呢，好，早就已经抹过了，好，就是玛利亚这个玛利亚所贡献的，好，所以这个图呢，看到说很多的人在帮忙，好，那到底有没有这么多人，我们不晓得，但是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的时候呢，好，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的繁杂，好，太阳也要下山，好，天也黑了，好，到整个完成呢，好，可能都已经夜都深了，好，夜都深了。好，那再请李梅带我们来读最后的41到42节。41节，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里面有一个没有葬过人的新墓穴，因为那天正是犹太人的预备日，那墓穴又很近，他们就把耶稣葬在那里。好，那个园子呢，好，其实可能离各个它不远，好，那但是今天也很难去确认因为时间实在过得太久。但是这个新的墓穴，好，那么从马太福音就知道，好，这是这个约瑟为自己所将来要放的墓穴，好，那是新的，好，没有葬过人的。好，那表示说，在他们当时的风俗，有可能这些墓穴呢，是会重复使用的，或是家族的，但是呢，这个墓穴呢里面没有住人，也没有家族，那所以是新的墓穴，所以马太、约翰都特别有强调这件事情。那一天又是犹太的预备日，是大日，就是连续2个安息日所以又离墓穴很近，所以我可以确定的，这个耶稣的埋葬地方呢，离这个独楼地各个他非常的近那他们就把耶稣葬在那个地方。那这个新的坟墓是私人坟墓，好，那也表示说这个坟墓里面没有其他的人好，那为了要证实说，好，耶稣复活不是里面其他人复活，也不是别人出来代替了耶稣，完全只有一个人，而且没有其他的人先埋葬进去。好，那所以耶稣的复活又用细麻布裹起来，好，又用香料，好，又用膏油，好，然后把耶稣完全的都裹起来，好，然后墓穴的门口也用石头来封住。好，所以一个人不可能有这个办法从里面再活着出来，就算他没有死的话。但是呢，在福音书的当中的记载呢，就是把这些耶稣怎么样死透的过程清楚的描绘。好，那所以约瑟、尼哥德慕2个人呢，可能平常有联系。虽然他们在尼哥德慕有出现3次，也只有在约翰福音。好，那这个议员约瑟呢，好，那他第一次出现，好，那但是他们能够合作无间的完成，好，应该是是平常的关系就都有在联系好，他们都可以算是耶稣隐形的门徒好，那他们一个是暗中做门徒，好，一个是夜间来求见耶稣，好，那他们都是耶稣暗中的门徒。好，那这个在以赛亚书第53章有提到，好，那这样子的预言他被藐视好像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是被上帝击打苦待。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惩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受苦，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去宰杀，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谁能想到他的世代呢？因为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为我百姓的罪过，他被带到死里。他虽未行残暴，口中也没有诡诈。第9节，人还使他与恶人同穴，与财主同墓。与财主同墓呢？在史莱古卷的原文是他死的时候与财主一起
好，虽然这个约瑟他不是恶人，但是他是个财主，所以耶稣站在什么地方呢？700年前的以赛亚书呢，都透过53章这一段呢，描绘得清清楚楚。那这是现在去的圣地可以看到花园坟墓，有可能是在哥哥他的附近，那也是在给我们有一个可以看见的想象。那耶稣他所埋葬的地方是在约瑟自己的墓的当中啊。好，那今天这段经文的金句呢，好，我们可以用40节2个人用配着香料的麻纱把耶稣的身体裹好，这是犹太人安葬的规矩啊。那证实耶稣确实死亡。那当其他门徒都躲藏保命的时候呢，甚至现在连约翰自己也不见了。那所以约翰还把自己写说他有在十字架下面。所以耶稣说看到你的母亲，看到你的儿子。但是在埋葬的时候呢，约翰也不在这个地方了。那怎么样去哪里了呢？可能都跟彼得一样躲藏起来。可是门徒约瑟主动出来为耶稣入殓了，并且和尼哥德慕一起为主来安葬和安放。那这是他们是最第一的直接的见证了耶稣已经死了。那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出生在卑微的马槽，甚至连个房间连个像样的床都没有。可是在他死的时候呢，却好像受到帝王一般的厚葬。那这代表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儿子这么样的卑微出生，死的时候是死在十字架上，可是最后埋葬的时候呢，那神都预备好了这一切，来安放安葬他。虽然耶稣也曾经说过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叫我们只管跟随他。不过呢，生死的这件事情呢，在上帝眼中呢，还是非常的宝贵的。所以孔子也说，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那所以当我们在服侍生服侍死的当中呢，我们需要礼，需要真理，也需要能够以耶稣基督的真道呢，让我们来服侍每一个人的生与死，都能够把我们的生命看成是一份宝贵的礼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复活节的前一天，我们能够一起来共读，也让我们透过在这42天的当中，我们能够与耶稣一起来明白真理，能够来更帮助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那救世主，是那将来要从天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那一位。也求主让我们能够预备好自己，不论我们在生的时候或面临死亡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坦然能够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也让我们能够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相信将来我们都要与主同享复活的生命，并且呢要得着永生的盼望。也愿主祝福我们，特别在今天是儿童节，明天是清明节，在连续假日当中也保守众人的出入平安，特别为家中的孩童12岁以下的孩子，也求你祝福他们在能够身心灵都健壮，也能够在神的话当中，在神的教会当中平安健康喜乐的成长。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李梅，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大家平安。谢谢。谢谢牧师，谢谢李梅，谢谢。